祖先是开辟道路的先锋，过去的事迹，回家道路才是我们真正的光芒。将主人的寄托给予青年，是长者的信念和心声。不管你身在台湾任何一个触角，总是有一盏明灯，总是有一个太阳的光，引领着我们部落的青年回到乡下。就让我们回忆祖先的话，倾听着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部落的青年队。所带来的追金舞马道路。
好。